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箴言28章第3節到第10節，以弗所書第2章第1節到第10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生甲死。基督徒应该着爱学习耶稣基督同款有顺服的心，有疼人的性命。愿意被改变，领受新的生命。不如讲，应当甲耶稣基督来同死同高活。只有安尼的这个信仰的生命，才会当真正被改变啦吼。离开过去这种罪恶的生活，活出上帝迄种。人疼人亲像家己的性命，迄就是咱讲遐敢若会晓律法啦，熬争辩啦，足温困咧共监督却无愿意改变家己的性命。犹太人也是基督徒来讲，因就是活伫过去。迄个属地罪的性命就是死的。箴言25章第3節到第10節提到着的情形特別是真特別啦。伊講善車人欺壓困苦人，親像落大雨，甲五穀沖掉。欺殺律法的惡老歹人，毋過遵守律法的反對歹人。邪惡的人無明白公義，追求上主的人完全明白。行為正直的善車人，較贏做代志頑巧的好嘢人。謹慎守律法的是智慧的囝，甲貪食的做伴，互父母見笑。人靠着放蕩利來發財，是伫甲人民善車人會積儲財富。耳孔越走毋聽律法的，伊會祈禱上帝厭惡。未識正直人行歹路，會墮落去家己惡的陷阱。毋過順傳的人會承接好的產業。基督徒應當愛追求，互聖神的火來充滿，生命會當互聖神來改變，徹底來改變品格，親像互火精煉同款。保羅甲以弗所教會的寫的批信，以弗所書第2章第1節到第10節，提到着安尼一個概念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必須愛出死入生，這種的觀念吼。保羅安尼講啦以前因為恁犯罪背逆上帝，靈性已經死。迄時，恁趁世間的潮流，順服空中的掌權者，就是現在在管轄背逆上帝的人，迄個邪神。其實，阮以前嘛，攏甲這的人同款，趁本性的欲望來生活，照家己的肉體私欲甲意念地行動。阮甲其他的人同款，注定受上帝的刑罰。毋過上帝有豐盛的憐憫，用極大的慈愛疼咱。佇咱猶在背逆靈性已經死的時，伊互咱甲基督做伙救活。恁是對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，通過咱甲基督耶穌結合，上帝互咱甲伊做伙救活。伫天頂做伙掌權伊安尼做是要通過基督耶穌對咱顯示慈愛，通對後世代表明伊無限豐富的恩典，因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對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賜。既然毋是靠行為，什麼人攏袂當得來誇口，因為咱是上帝所創造的，伊通過基督耶穌創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準備疼咱、愛咱所做的好事。
亲像保罗所讲，上帝是咱创造者，伊才伫耶稣基督改造基督徒，爱基督徒来行好，因为这是伊早就已经计划爱基督徒去做的事。诗篇146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我的心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的日子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，因一个断开就归途。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帝因的上帝是因的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讨帮受怪感的人，上主互盲人看会着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。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是安那？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，赏赐救恩，也赏赐圣神会充满，互阮会通有圣神来改变，离开过去迄种罪的死亡，伫基督内底会通去活出爱主见证主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